我哋將由申請學生同申請人兩方面介紹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嘅申請資格。申請學生必須係未婚嘅香港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但逗留期限除外嘅有效香港居留許可。只持有旅遊簽證、雙程通行證、學生簽證、父親或母親持學生簽證或旅遊簽證來港嘅學生，並不符合資格申領資助。申請人方面，必須係申領資助學生嘅父親或母親，或根據香港法例第13章未成年人監護條例下認可嘅監護人。一般嚟講，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綜援嘅家庭，應直接向社會福利署申請其子女同就學有關嘅津貼，而無需向學資處申請。另一方面，就毅進文憑學費發還同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嘅學費發還嚟講，綜援家庭申請人可向學資處遞交學費發還申請。申請家庭需通過入息審查，學資處採用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進行入息審查，以評定申請人嘅資助資格同幅度。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嘅計算方法為家庭全年總收入除以家庭成員人數加1。家庭全年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同其配偶嘅全年收入，同申請人家庭同住嘅未婚子女嘅全年收入30%，以及親友給予嘅津助。家庭成員通常指申請人、申請人嘅配偶同申請人家庭同住嘅未婚子女，以及由申請人及或其配偶供養嘅父母。2至3人嘅單親家庭，公式中除數嘅加1將會增加至加2。而0至3歲全日制幼兒中心學童嘅家庭，喺申請學費減免時，除咗必須通過入息審查外，亦需通過社會需要審查。申請人只要滿足有關社會需要準則嘅其中一項或以上，就代表通過社會需要審查。有關準則包括父母雙方在職及達到一定工時，申請學生嘅父母為長期病患者，申請學生嚟自單親或大家庭，申請學生需要全日照顧，以及社工推薦嘅特別個案等。詳情可以喺職學處網頁上嘅社會需要審查表格入邊睇到。學資處會根據申請人嘅調整後家庭收入，評定佢可獲得嘅資助幅度。中小學程度嘅學生資助計劃設有全額或半額資助。學前學生資助計劃嘅資助幅度，除咗設有全額及半額資助外，亦設有3/4額嘅幅度。各級資助幅度相應嘅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會按年作出調整。提提你，本影片提及有關毅進文憑學費發還嘅內容，亦適用於應用教育文憑學費發還。